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公布上新一批已经过身的牵涉性犯罪好野人爱普斯坦的相关文件，这是历来上大规模的一摆，嘛是最后一摆。不过，也是有议员质疑讲，这司法部无把所有的档案拢公开。 美国司法部拜五公布新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已经过身性犯罪者好野人爱普斯坦的相关文件。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伫记者会表示，这按照2025年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释出内容，包含300多万页文件、2000部影片、甲18万张影像，甲进前同款档案内底有大量信息被抹黑。 司法部解释，因为内底有受害者和主角联邦调查中的案件资讯，布兰奇强调，北京无进行监督，司法部也无利用审查去保护总统川普。To protect victims, we redacted every woman depicted in any image or video, with the exception of Ms. Maxwell. 这摆公开也代表美国司法部根据2025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所做的文件变析，甲审查流程正式结束，所以其只存对国会最后报告。不过，参议少数党领袖苏莫已经提出对内容的质疑。DOJ numbers keep changing. They say they collected 6 million pages, but they're only releasing 3. What happened to the other 3 million? 川普虽然无因为这案件被指控有任何不法，不过伊早伫2014年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就承诺要公开这档案。做总统了，煞纠起来，甚至想要阻止。将后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联手推动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逼政府释出文件。The Bannon connection is fascinating because it shows that Epstein's reach was phenomenal. I mean, whether it was people like Woody Allen or Bill Clinton, Steve Bannon, Donald Trump, Epstein was at the center of a lot of circles, a lot of concentric circles, and that was the American elite of politics, finance, entertainment, society. 爱普斯坦档案亲像楚门的世界，拍开美国正常情形伫权力金钱甲性犯罪内底究竟的真相。就算最后一批大量资料公开，依然留真侪疑问，但后续的追踪。公司新闻红图梅报道。